實收拆查，印刷完能發現。呢個係垃圾標籤。我哋用輸送帶送落去收插池。我而家示範俾你睇。拿回垃圾標籤放落輸送管道。而家開機啦！藍色話藍色，綠色話綠色，黃色話黃色，紅色話紅色嘅。我哋有紅外線感應器，當我哋垃圾滾之前，佢推錯會發出警號聲。仲有太陽能燈，仲有太陽能抽氣扇。咁我哋如果有太陽能呢，吹錯會出燈。然後呢個太陽能抽氣扇，我哋首先切去就會傳，等嗰啲垃圾唔臭。